鮮味十足嘅沙蟲海鮮粥，仲有選味十足嘅沙蟲蒸粉絲。68蚊超大份茂名串燒雞，每隻部雞4斤重，酒領181。48蚊電白白切驢鴨，26蚊5串濕辣牛肉，28蚊5串山葵牛肉。唔少得多款平價串燒，全部新鮮手工現串，大大嚿真材實料。仲有粵西小炒小菜同下酒神器，全部大大碟，勁有鑊氣啊！試到茂名湛江特色之餘，又有香港大排檔風味，最正係仲有抵飲嘅原漿啤酒啊！係咪見到都流晒口水，想即刻衝上嚟食咁正嘅宵夜呢？等我即刻帶大家嚟到深圳元嶺站嘅水東城串燒雞，同大家食一次回味無窮嘅豐富宵夜。地址係深圳福田區元嶺街道鵬盛社區八卦一路8號八卦嶺工業區10棟裝飾大廈106號。我哋搭9號線到達元嶺站，我哋元嶺站 A 出口出，之後出到嚟我哋向前行，之後過馬路，之後再轉左向前直行大概4至5分鐘左右，就到咗我哋今日去嘅餐廳水東城串燒雞粵西大排檔啦。餐廳好旺場，熱鬧有氣氛，戶外有座位，都有風扇噶。不過呢30幾度，我就坐翻入面嘆冷氣食宵夜啦。餐廳裝修同環境都幾好，又大又闊落，2樓有包廂，大家多人嘅話可以提早 book 定包廂啊。呢度出名全部嘅嘢都好有鑊氣啊，價錢亦都超級抵。大家可以望下個餐牌，雞35蚊就有一份，鴨48蚊，串燒最平就5蚊，最正係有原漿啤酒啊！珠江原漿啤酒1列35蚊，3列98蚊，超級爽啊！百威10蚊，哈爾濱啤酒10蚊，百威金磚13蚊，青島10蚊，大大支藍妹都係25蚊咋，價錢咁抵，大家可以飲得好暢快啦！事不宜遲，即刻試下啲食物先，因為價錢好抵，啲嘢又勁香，所以呢，我哋都嗌咗好多嘢食啊！成班朋友嚟真係爽到爆啊！食物全部嚟齊啦，超大煲沙蟲海鮮粥，大大碟嘅沙蟲蒸粉絲，招牌茂名串燒雞，68蚊咁大份，有成半隻雞啊，抵到喊！如果2個人嚟食呢，可以叫35蚊嗰份啊！電白白切驢鴨、濕辣牛肉、山葵牛肉、炭烤鰻魚串、雪花牛辣條串、澱城蠔渣、自家手工製墨魚餅、高壓鍋生蠔、蒜蓉炒通菜、芥末鮮魷，搞唔掂啊！流晒口水，食大排檔就一定要叫啤酒噶，梗係叫個3列嘅圓筒上，大家自己斟酒，爽到爆啊！呢度有原漿啤酒嗌，麥芽香味咧濃郁好多，我最中意啦！大家嚟咧係唔需要就住嗌嘢食噶，因為價錢係好抵啊！唔講太多，即刻開餐啊！沙蟲鮮蝦砂鍋粥，大家千祈唔好俾沙蟲嚇親啊！其實係廣東沿海一帶，特別係湛江同埋北海，被譽為海灘人參，亦都係提升粥嘅鮮味啊！而且廚師會將沙蟲反覆清洗7次，確保沙蟲清潔又衛生。之後會用竹籤穿開沙蟲，清理沙蟲內臟同埋放血，咁一條沙蟲就處理好噶啦。之後廚師將處理好嘅沙蟲同埋大量嘅蝦嚟煲粥，成個粥超足料啊，勁多沙蟲，而且蝦都勁多，好足料，粥底煲得好好啊，好綿密，係香港人嘅口味啊！我加埋芫茜同蔥，勁香啊！試下個沙蟲先，有驚喜，少少爽脆，完全冇任何怪味啊！好彈牙，咬落去呢少少煙韌，其實呢有少少似雞腸或者鵝腸啊，但係呢佢個味呢就更鮮，同埋沙蟲嘅蛋白質非常高啊，幾乎零脂肪、零膽固醇，係天然氨基酸，純天然嘅清甜，同埋鮮味呢溶晒入個粥底度啊，加埋咁多隻蝦，個粥極為鮮甜。我最估唔到佢放咗咁多隻蝦落去，而所有蝦呢全部都開晒邊噶，咁樣食起蝦肉上嚟呢就更加方便啦，蝦肉非常之鮮甜啊！廚師亦都將沙蟲拎嚟做第2道菜，就係將大量嘅蒜蓉、蔥加埋鮮味十足嘅沙蟲用嚟蒸粉絲啊！時間校得啱啱好，啱啱出爐啊！沙蟲脆脆地，嗦嗦聲，加埋大量嘅蒜蓉同埋蔥，好惹味啊！臨尾一定要食晒所有粉絲啊，因為佢嗦晒所有鮮味嘅精華落去啊！之後試下一道菜，招牌菜茂名串燒雞。呢個串燒雞好特別啊，叫1份半隻甚至1隻都得啊！
一盤串燒雞已經包咗雞唔同嘅部位啦，嚿嚿都見大嚿，又厚肉，成班朋友嚟，中意食雞髀又得，雞翼又得，雞胸都得啊！肉質好靚，新鮮雞嚟嘅，火候控制得好好，出面焦脆，一咬落去有雞嘅肉汁啊！燒嘅時候搽咗秘製醬汁同埋少少辣粉，好香口，好惹味啊！但係同時有雞味，建議大家人多呢要叫一隻啊，唔係大家就會搶嚟食噶啦。電白白切爐鴨，我哋香港人呢平時食鴨就食慣滷水鴨，又或者北京填鴨嗰種咁濃味噶。但係呢一隻白切鴨呢係更加食到鴨肉嘅香。呢隻鴨唔肥，鴨皮呢係超級爽脆啊！鴨皮呢同埋鴨肉之間有一層透明色嘅啫喱，鴨皮好滑，肉質幾嫩啊，都幾結實，感覺新鮮，越咬越香啊！大家可以點埋呢個秘製醬汁，有蒜蓉，好惹味啊，有種鹹香，同埋我覺得呢應該加咗少少花生油，好香好正啊！濕辣牛肉呢個真係必點啊！呢度嘅牛肉串燒呢真係可以有唔同嘅熟度去揀，我就揀咗7成熟辣，又滑又多汁，超級嫩啊！簡直係湛江燒烤靈魂，特別係濕辣醬啊，都真係幾辣下噶。不過辣中帶甜，好濃郁，我覺得呢好過癮啊！不過唔食得辣嘅朋友，就咁食個牛肉呢，都應該覺得好正噶啦。山葵牛肉即係滑沙比啦，但係估唔到餐廳呢有調教過，一啲都唔搶口啊，唔會令你飆晒眼水，係有獨特嘅草本清香同埋輕微嘅辛辣，完全唔攻鼻啊！芥末襯托出牛肉嘅鮮甜，出奇地清新啊！呢度嘅串燒全部都係現串現烤，非常新鮮，勁有煙火氣啊！雪花牛辣條串我就叫咗唔辣嘅，牛肉油脂豐富啊，肉質腍得嚟有少少咬勁，好正啊！炭火逼晒雪花牛裏面嘅油脂出嚟，好香啊！炭燒鰻魚串，魚皮烤到微微焦脆，魚油爆晒出嚟，帶有炭香味，送酒一流啦！搞唔掂啊，好正啊！飲啖原漿啤酒先，又濃郁又有蜜香，冇普通啤酒嘅苦澀味，最緊要呢，好夠凍又夠抵，真係爽到爆啊！我哋再試埋粵西小菜，呢度有好豐富嘅粵西小菜品類啊，好有大排檔嘅鑊氣，蒜蓉炒通菜超級好食啊！通菜爽甜又嫩又爽脆，蒜蓉極為香口啊！我哋清晒成碟啊！手工墨魚餅係店鋪自家製噶，煎得到幾靚，金黃色，超多墨魚啊！咬到一粒粒嘅墨魚肉粒啊，好彈牙，仲有墨魚嘅鮮甜。澱城蠔渣係茂名市嘅名物嚟噶，同我哋食開普通嘅炸生蠔呢唔同喎，裏面呢有粉漿，有啲似炸蠔餅啊，但係又唔完全一樣，佢係一粒粒，外表酥脆，裏面有蠔、粉漿同埋蔥花。個麵糊咧教得好好啊，所以好酥脆。裏面嘅蠔好滑又鮮，少少爆汁。餐廳仲教我哋用生菜包住蠔一齊食啊，好正喎！清爽嘅生菜中和咗油炸嘅油膩感啊。呢度仲有多款下酒神菜啊，我就試咗芥末墨魚，墨魚煮到啱啱好，又嫩又 Q 彈，點埋哇沙比同埋豉油，吊起咗墨魚嘅鮮味啊。中和翻頭先食咗咁多小炒同埋炸物嘅感覺，好清新啊！基本上餐廳大部分嘅餸呢都好好送走噶，熱辣辣、大大份、有鑊氣，完全係香港人大排檔嘅風味啊！又熱鬧又有氣氛，價錢仲要平好多啊！叫勁多餸，超誇張、超抵啊！最啱成班朋友嚟呢度啤一啤佢啦，成餐飯呢都係正噶，串燒雞外脆，裏面爆汁，鴨肉夠鮮味啊！連個菜呢都係熱辣辣、香噴噴。不過令我最驚喜呢，竟然係個粥喎，完全顛覆我嘅想象啊！原來沙蟲用嚟煲粥都係咁鮮甜噶，大家可以嚟試一試啊！今集呢就嚟到呢度先啦，我就繼續食宵夜，繼續啤一啤佢啦！今集談掂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